嘉义县溪口乡甲宗教文化团队合作，调查溪口乡所有宫庙的历史，用要适当的时间做伙来完成溪口的百年香火这本册。手提扫描的设备，替新上建立所有的影像资料。嘉义县溪口乡公所邀请宗教文化团队，详细调查乡内14个庄头宫庙的历史，记录新上的资料，做伙出版这本溪口的百年香火。有什么方式我们可以替阮的溪口这几个流传？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现在最流行的文物普查，我们做了文物的摄影，那文物的损伤判断。那个文物的那个描述，还有这个做3D 扫描建档。这本册是溪口乡这7年来在地进行信仰文化调查的重要成果，除了有宗教文物的记录，还有56件宫庙历史甲严格调查。记录团队表示，透过完整的记录，文化保存在地文化，嘛增加向外推广的机会。因为人会老，人会死，你若用嘴讲，这是可能无法流传。但是若透过文字叙述、文字的记载，会使这以后百年后，比如讲阮年老了后，大家拢会知影讲这尊神，也是讲这个信仰到底是安怎来，到底安怎存在。这本册自一开始的构思，甲今日发表，总共将近7年的时间，希望会让咱溪口最传统的文化保存下来，能够让我们这个文化得以延续。乡公所表示，除了发表这本册，也有伫溪口文化生活馆规划展览，还有设计大幅香火体验活动，希望透过互动的方式，让民众更加入捌溪口在地宗教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